前台北市长郭文地涉金华城案9月初5是以7000万交保，北检控告成功，12撤销交保的裁定，早起搁再开期压庭。高雄美浓偷乌沙石案继续传烧，检警长区地议员的前助理地主赵丽君等人，早起赵丽君100万交保。有民众伫网络平台发起连署网，国公着上课的时间改做早起10点到下晡4点，超过1万人连署。教育部就爱伫11月14之前回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5公司台语台中道新闻，我是陈淑君。来看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地、国民党台北市员尹晓培涉金华城案，两个人是伫9月初5互法院裁定交保，9月12北检控告成功。台北地方法院伫今仔早起10点搁再开期压庭。现场上新的状况，咱连线互台语台记者上如加转悠。是，主播记者目前徛的所在，就是伫咧台北地方法院外口啊，遮就是开庭的出入口呢。现场会当看到有侪媒体收伫咧遮来听候期压庭上新的发展，也有一寡国问题的支持者伫咧遮。牵涉到金华城顶案的台北前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地，也搁有台北市议员杨晓培，伫咧今仔日早起8点含9点的时阵，分别是来到台北地方法院来报道哦，就是因为台北地方法院伫咧10点开始开这期压庭。要针对敢有其案的必要性来进一步厘清，也那现任的民众党党主席吴国昌嘛来到伫现场受采访，伊嘛来说明郭文地上新的状况。有关于证人的事情、证人接触的事情，主席很坦荡。他今天直接跟法官说，法官只要明确指示了，他一定会遵守。原本初5时，台北地方法院是裁定郭文地也有杨晓培分别是以7000万也有3000万块交保，也毋过落尾的北检是以这个有含案件相关证人有接触，也就是郭文地伫咧交保了后，也有含民众党的陈志涵含台北市议员陈佑成有接触，这毋那是违反着规定，而且北检人嘛认为讲这有可能会有别证，也有倒口径的记录哦，所以嘛向高等法院来提出5大理由甲控告，落尾12的时阵，高等法院是撤销原本的裁定，然后伫咧今仔日要开期压庭安尼。也那吴国昌嘛表示，针对今仔日期压庭顶悬郭文地的讲法，伊嘛表示郭文地伊认为讲法院伫咧规定讲袂使接触什么证人的这个部分，应当是爱讲好清楚。另外嘛，希望讲会当调降这7000万交保金的金额，因为对因来讲，因认为讲这个金额对因厝邻的人来讲嘛是一个真大的负担。也毋过今仔日这个期压庭到底是开偌久，目前是也无确定。为着要维持现场的秩序，所以讲警方嘛有伫遮部署40名警力来维持治安。以上是记者卢尚珠含曾俊尧伫咧现场的连线报道，所以咱镜头交等候主播。感谢上如哦，今仔日有上新的状况，我们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报道。咱来看苗栗一个80岁阿婶骑电动大步车，向方侧向滑快车道哦，要倒弯，煞互后壁一台重型机车未互动去弄到一个阿婶，这阿婶嘛当场死亡。监视器翕到妇人骑电动大步车经过这路段的时阵，煞直接倒翻翻过车道，后边的重机技师大档未赴直接弄到，妇人当场失去生命现象，送医了后救无倒来，重机技师甲另外一个乘客也真侪所在挫伤。2名重机骑士患者身体多处擦伤，那意识清楚。那另一名电动代步车80岁女性患者现场欧卡。意外发生伫13载起第一线标着后人路段，迄时阵妇人沿着路南路段，骑伫慢车道，煞伫经过116公里的所在，技术想要去对面，用测试过的方式来过路。迄时阵正着重机技师应变袂赴，发生意外。警方初步排除双方酒后骑车，详细肇事原因爱搁调查清楚。交通团体表示，确实应该了解当地是毋是有路人爱过路的需求。我们先讲法规基本是行人辅具，所以基本上他要走的地方应该是在人行空间。好，那我们因为现况人行空间常常被占用嘛，就是那种没画人行道、没有人行道、人行道不通畅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种长者把电动代步车骑到车道上的行为，视为那个人走在车道上。
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表示，电动代步车是属于个人行动辅具，降落款应该是看作过路人。当地大部分是自动乘机的居住形态。若这路段过路人有过路需求，应该考虑设天桥、感应式或者是手动后置，加增加过路人庇护设施等方式，避免同款的意外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间做往来所真出名的饼店，有民众表讲看到业者用山桥车载货，甚至驶上路，阁有人客买到因的月饼，发现讲内底拢生果了。业者是表示讲会停产，卫生局嘛讲会去稽查。办甲长乐路未少游客拢是为笑头即个往来所来的。南投有名的糕仔业者，为这山区原本咧生产中秋月饼，毋过煞传出有人客反映，摕到月饼有生果的情形。因为足侪人留言人嘛拢讲，迄就是淡淡，就包装，才会造成生果发霉。我感觉安尼好啊，伊就老人反映，就卖卖啊，搁电迄落啊，系啊。业者关键伫面册表示是新产品，生产线包装密封有问题，虽然是误发事件，毋过无法度短时间找到100%解决方案，所以决定停止生产，搁停止出货。除了因无条件退钱，业者是有促销订单，或者是换品项。毋过南投县卫生局也要追查，是毋是还有其他原因？维洛山丘它是委托另外一家公司代工，那产品的制程没有问题，可是你并没有完全封口啊，没有封实。那它就造成它的这个等于说跟外界，你就东西放在外面久了，它会发霉啊。另外，伫八卦山顶的门市，若到港市拢是人满，有民众看到业者用高龄呼救车来转接，有时阵驶伫139管道顶悬，影响真车通行。违者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之一规定，最高可处新台币3600元罚款。警方表示，车辆应该合法领用牌照了后才能上路，若违规会依法开罚。业者透过声明表示，高龄呼救车敢伫门市甲三合院的范围来转接，附近有开上道路，为避免误解，目前已经暂停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县政府推出一个中华购的购物网站销售在地好物件。也毋过，最近伫面册顶头某一个中华购的网站，是为中华县政府推出的100项商品。也毋过，有民众发现讲，有的商品写简体字。中华县政府表示讲，这是一个诈骗的网站，爱民众着爱细字，嘛爱看好清楚。中秋节要到啊，不少人会买两金锁或者是往来锁做伴手单咯。最近伫网络就出现讲是咧卖中华县鼻头乡农会的往来锁，也有县府相关活动的相片，但是网址连过去却是一页式的网页，看起来真可疑。足侪咱民众吼，时代嘛，拢伫网络买物件，若小无看清楚吼，可能拢会去互骗去。我感觉就容易混淆的。有民众来甲阮回报讲，这一个彰化购购的脸书的粉丝专页，顶管所用的图片，甲伊所传达的这个商品的这个内容，拢甲咱中华县政府咧推销的，包含就讲未来彰化设计展等等的，这对民众来讲会产生一种混淆啦。中华县为着刺激消费，而且配合2025年台湾设计展伫中华，按9月1开始到11月底举办消费抽奖的活动，但是所有民众发现伫面册出现诈骗的网页，仿官方的图片加 logo 咧卖物件向民代反映，县府嘛出面澄清，表示这是诈骗集团的手路。本府澄清，并无创立名为彰化购购的脸书账号，已向脸书营运单位检举广告诈欺，并向警方报案，提醒民众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认证社群账号进行确认，以保障交易安全及个人资料。议员杨祖贤指出，10月份要伫中华举办的台湾设计展，唔那是地方大代志，嘛是全国性的活动。诈骗集团真有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伫网络拐骗，呼吁县府爱加强防诈骗的力头。县府表示，已经有向面册检举公告诈欺，嘛伫15日向警方报案，会用上紧的速度处理这件网络诈骗。记者杨淑清中华报道。来看嘉义县民和国中棒球队一个姓寇的教练，顶个月载学生去训练过程中发生车祸，受伤真严重，佮昏迷。加在经过抢救已经豆恢复健康了。
嘉义县甲台南市即嘛规定讲，体育教练袂使兼做司机哦。家属嘛望讲，会当有制度来减轻教练的负担。 病人豆豆啊，行出病房，虽然行的速度有较慢，不过对家属来讲，已经是一个好的消息。这个患者就是嘉义县民科国中棒球队34岁柯教练，8月份带队去高雄一日棒球场异地训练，回程线发生车祸，头壳受伤真严重，经过1个月治疗，教练这阵有关记忆拢袂记起。家属出来讲，因囝治疗的过程，讲甲后天目眶红。这段时间我们的心路历程一定是很痛苦的啦。那首先就是感谢奇美。 嘉义奇美医院的医疗团队，还有所有的医护人员的照顾协助。目前说话的部分有比较迟缓，然后有些人跟有些事情都还是忘记了，还是想不起来。讲话上就是对于这种句子的部分会比较没办法成句子，还是短短的这样子啊。不过是持续有在进步的部分。迄阵柯教练走到病院是重度昏迷，伤势包括大面积头壳离开、头壳骨断去、头壳遐出血。迄阵手术室人工真欠，经过病院团队赶紧协调，敲出一间手术室，因用几啊点钟来处理，甲经血清掉，嘛甲喙齿的骨头提掉，兼控制脑压，增加在人有愈来愈好。可能就是真的他受伤的范围，真的是避开了那些比较神经功能比较重要的部分。就运气的部分来讲，我是觉得应该是头骨吸收了大部分的冲击。当然因为脑部是很脆弱的部分，所以我们其实也没办法确认说，到底后续他的那个出血。 续发性出血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就是尽量用药物跟手术去控制这样子。这单车祸代志就是教练兼赛车，随后嘉义县甲台南市拢下令以后，体育团队教练袂使阁兼做司机，改请专业司机来接送。家属嘛讲，教练有影真辛苦，希望未来制度嘛通落实改善，互学生教练伫运动安全拢有更加好的保障。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 天气来看，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今仔日的天气是真热热哦。气象署嘛将对湘北市顶北地区发布高温的资讯。明仔载暗时开始，水汽就较济咯。东部甲恒春半岛有可能会闪大雨。气象署嘛提醒讲，雨会一直落到礼拜。 日头赤炎炎，民众热甲挡袂牢。气象署指出，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温度持续咧升悬，尤其是湘北地区上热有37、38左右，中南部有36度，离岛地区高温也有32度至33度。 今天整体的高温的表现呢，是这一张图上面呈现最热的地方，还是以西半部地区为主。那特别是在双北地区，提醒一下，今天是会有出现这种37度，甚至到38度这样子的高温。 也那水汽的部分，气象署提醒东半部和恒春半岛的民众，拜日暗到礼拜这段时间会出现小连续的大雨，尤其是拜三、拜四、拜五这3天雨势会上大。东南部的大雨也是请大家多多的留意。到了17号这天，午后雷阵雨我们是有提到局部大雨，那范围上面来讲是各地都有可能会出现。那另外就是在比较偏向是东半部地区，我们有提到这种有大雨发生的状况。那所以就是包含东半部地区的降雨跟午后雷阵雨，在这一天也会比较明显。另外，气象署也提醒，目前观察到南海、菲律宾东边海面有热带扰动咧发展，如果后礼拜三有可能乘做热带性低气压，无排除增强做风台。路线如果是向西边行，对台湾的影响阁需要观察。记者陈阿轩、林旭凯台北报道。 2025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的国际赛宜兰国小有3个学生因发明的创意的啉水、啉茶的水杯摕到2块金牌。这个杯是有8种的功能会当来记录啉水的量，会当来控制温度，功能真多，咱做伙来看卖。就可以避免在写作业的时候，如果手一挥，就会让它倾倒。这个学生家己发明的杯唔但有防止车倒的功能，佫会当记录食水的量，加控制温度。那底水底饮料会当保温，嘛会当保冰。用英语真溜了小解家己的发明。宜兰国小的潘浩清、陈建兴、甲林祖涵，在2025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的国际比赛，用华语甲英语小解这个因发明的多功能的杯在便利生活类有14个这组摕到金牌。所以我们就会想到用一个装置来避免倾倒，不然每次我们在写作业的时候，只要手一挥，水倒下来，刚刚写的作业就完全泡汤了。我们有几次是这个杯垫，它直接用3D 列印做的，然后我们用另外的材料，然后它就直接整个很粗，很粗糙。那后来怎么去解决？就是后来我们就改材质。
学生讲会有这个发明，是因为大家咧写功课的时阵，若一个无注意，杯仔就会车倒去，毋若真麻烦。内底若是滴烧滚水，就会真危险。所以透过3D 列印，试过真侪材质甲方式，互列印的机器24点钟安尼放，总算发明出一个袂车倒，佫会当控制温度、多功能的杯仔，互啉茶会当安全佫利便。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除了有一般的一个评审之外，还有隐形的评审在帮忙看。世界青少年发明展国际比赛需要经过县赛、国赛，再过去日本参加世界赛。比赛过程当中，评审会拍分数，而且佫有另外安排亲像米其林的秘密课这种无徛名的评审。学校讲，学生除了爱发挥创意以外，用双语小解伊的发明，小解的时阵嘛真在打，是因摕到金牌关键。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甲中国上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将伫西班牙来进行头一日的协商。外界认为，这届主要是针对中国在影音平台 TikTok 海外版的分听案哦。美国总统川普昨嘛表示讲，伊想要互少年人会当因为 TikTok 留伫美国。伊阁讲，伊嘛因为 TikTok 摕到真侪少年人的选票，也毋过哦，这嘛是爱看中国的态度。美国甲中国这两个全世界上大经济体谈判代表，14日伫咧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进行6点真久的会谈，双方约好当地时间15继续谈。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今年4月发动全世界关税战后，美国甲中国进行的第4轮协商。这边谈判代表美国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加贸易代表格里尔，中国这边是副总理何立峰加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功。因为中国的影音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分听案9月17要到期，这边谈判一定会讨论到。美国总统川普则是伫华府讲，希望替美国的少年人甲 TikTok 留来，伊也因为 TikTok 加真侪少年选票。It depends up to China. It doesn't matter too much. I'd like to do it for the kids that like it. I mean, selfishly speaking, I did very well on TikTok, and I got the youth. I got a lot, and some was attributed to TikTok, and a lot was attributed to Charlie. 美国国会两党2024年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 母公司北京立即跳动，伫2025年1月19进前，将美国 TikTok 业务卖出去，若无就要停止伫美国的营运。不过，川普今年1月20就职迄天就接返执行禁令，并且改了变延后生效的日期。最近一边是6月宣布将生效日期延到9月17。美国即马有1.7亿个 TikTok 的用户，白宫伫咧8月底也写一个 TikTok 的官方考察。川普则是讲，中国伫关税即马拄到惨痛的代价。You know what China is paying right now in tariffs? Huh? A lot. 不过，伫这边马德里会谈进前，美国工业安全局发公告，用国家安全做理由，甲23间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国随对美国的模拟晶片甲中国这类电路发动反倾销加反歧视调查，所以外界拢认为这边会谈应该无什么成果。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顶礼拜，山西就职尼泊尔的临时总理卡奇，当时表示讲，伊的回应示威者的诉求一定会打击贪污。伊嘛强调讲，家己绝对袂流乱权力，干来做半当就会交接。我本来无要做这份工课，不过因为街头人民的赞声，让我果不其中徛出来。这是尼泊尔临时总理卡奇自顶礼拜5 12宣誓就职了后头一届公开发言。伊表示，伫明年3月初5大选了后，把权力转交予新政府。मागहरू गरेको हुनाले त्यो पुरा गर्नलाई हामी तपाईहरुले अठोट गर्नुपर्ने अवस्था छ। सक्दो हामीले के गर्यौं भने 6 महिना मात्रै अवधि त्योभन्दा बढी नबस्ने।今年73岁卡奇洪任命做总理，是因为超过70人因为反贪污的抗议来往生去。然而，这种抗议落尾是引导尼泊尔政府把做过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刑上清廉的伊。强调家己袂流乱权力，这是一份服务人民的工课。来度过这段期间。Going forward, I want my Nepal, my country to be corruptionless. We did had a lack of opportunity. 这个月初8，尼泊尔因为社群媒体禁令引发反贪污的示威，数千位少年人放火，暴力占领国会，首都机场只好关开。总理奥利宣布辞职。根据路透社独家的报道，
这种风叫做是2世代起家的抗议出事，来自非政府组织咱尼泊尼青年领袖古良。在政府封锁社群媒体了后，咱尼泊尼有权透过 VPN 虚拟私人网络搬墙，发布行动，靠少年人做回来。咱尼泊尼伫 Discord 早期大文影响力真大，甚至互国家电视台引用。伫暴力升级了后，佫会当飘出可能是假消息的大文，也分享病院的电话号码，落尾佫说服尼泊尼的总统甲军方的司令，互因为经历反贪污来出名的卡贼接管政权，担任看守总理。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这礼拜美国联准会、英国、日本甲台湾等国家拢会公布上新的利率。外界预期美国联准会有90%的几率会来降利息一码。台湾的利率应该是会维持，除非是想要互新台币落价，才会降利息。8日台股一日开盘由红翻黑，就算徛起25000点，不过盘中跌到190点。看台股台积电开价走价，盘中上价捌到1250，落10块。分析师认为讲，市场受到联准会可能降息的信息，目前台股并无转弱，嘛无利空的现象。按算这礼拜伫24000点至25000点来回回。如果降息1码就符合市场的预期，就没有太多的火花。如果你降息到2码，乐观的情境之下，当然市场会欢迎，就是说啊，你降得越低，我资金可以更多进入股市。降息降太多，是不是代表FED 认为就业市场状况很差，有衰退的一个疑虑？那这个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反向的一个作用。市场预估，会因为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无同，台股可能会出现3种无同款的走势。假设今年甲明年加起来降息是5码至6码，基本面行情可能会接续落。降息若超过5码至6码，美股可能会面临真大的压力。非 AI 的股票基本面的行情可能会无好，也若加起来降息的幅度伫5码至6码以下，台股可能会有1成以内修正的压力。外界预估，美国联准会即届以降息1码的机会上大，也若咱国中央银行可能预期无改变。如果我们想要新台币贬值，又不能直接干预，解决方案就是降息啦。所以说，这个部分我是认为央行或许也可以再考虑啦。但是在这次央行理事会里面，我个人的判断是，它应该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学者分析，目前国内通货膨胀的情形稳定，各个中央银行无升息的必要。不过，咱国产业当面临关税甲台票起的冲击，中央银行阁袂当直接介入汇率的情形之下，无排除会透过降息，互台票变较薄。记者综合报道。台湾2025年的平均的 GDP 是38066块美金，南韩政府是推估，因今年的 GDP 是37430块美金哦。这嘛是咱台湾让22年后，搁再 GDP 搁再超过南韩。有专家是指出讲，主要是因为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成长了真紧，搁有台票起价。过22年的时间，台湾将有超过南韩啊。南韩政府则是公布，南韩2025年人均 GDP 推估是37430块美金。台湾主计总处进前公布，台湾的人均 GDP 将近4万块美金，来到38066块美金。这样是台湾过22年了后头一摆超越南韩。AI 半导体成长的快速，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会到4.5左右，韩国大概只有1%，包括你的 GDP 增加快，币值又升得比较快，今年就有机会超过韩国。学者分析，台湾电子光学出口成长，占台湾出口成长率可能增加7-8成。也电子光学成长，亦个大部分以 AI、晶片、伺服器甲半导体相关。尽管半导体占台湾出口将近4成，不过半导体就业人口敢若占台湾就业人口的7%，显示产业发展无平均。面子上是有光，真正能够享受这种好处的只有少数的国民。我们的经常性薪资啊，跟税后经常性薪资啊，大部分的国民都很少，远低于这个韩国跟日本。要注意的是，台湾可能正面临劳动力流失的危机。根据内政部统计，台湾头一波囡仔大出生发生伫1958到1966年，9年中间诞生378万人，这人对2023年开始退休。第二波囡仔大出世的时阵是在1976年到1980年，大约有289万人，可能伫16年了后，阁有另外一波人会退休。以这两波退休的人来看，估计台湾可能有667万人退休。检讨目前劳基法的强制退休年龄的限制，至少让那些还不想退休的人不会因为企业强制我退休，那我就要离开职场。
学者认为，因应经济人退休的这个时间即要到啊，也搁有囡仔生少问题，政府不妨引进外籍人力，也是经由自动化 AI 减少人力的需求，同时思考安怎善用，继续想要工作这高龄的人力来代替少年人的劳动力。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少子化，惠林县政府2024年开始推出2.6亿催生的补助计划。前3胎1胎会当领6万块，第4胎是会当领13万。2024年的是比2023年增加1倍哦。今年伫8月中，就已经有超过1万的的目标咯。抱出世一个月，婴仔亲像爸爸妈真欢喜，因为这个新生儿是分管府为2024年起推出2年6亿催生精产婚龄慢保量计划中第1万名的新生儿提升达成鼓励，婚龄原民生育补助的计划目标。相信台湾这边还要赶快努力，这少子化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发展。那现在目前已经跌破这个所谓的12万。年底12月31号，小龙年出生的孩子，我们一样加码补助就是在一直到12月底婚管府表示，为鼓励全民生育，管府为2024年提悬生育津贴补助，前3胎上悬会当领6万，第4胎会当领13万。2024年婚姻出生人数是6923人，比前一年3206人增加1倍多。到2025年8月，已经累积11109人。我们的托婴中心在20乡镇也逐步的展开。最重要是我们2岁到3岁的幼幼班我们现在已经盘整了全县所有的这些学校，大概有96班以上婚管府表示，1万名新生儿目标提前达成，也毋过已经增加经费的补助到今年底，重点要互囡仔留伫婚姻成长，已经积极打造友善育儿环境、托婴中心等，包括进行托婴媒合平台建立，会当快速找到合格的任务等措施，希望家长有放心生、安心养。广视新闻采访报道。最近有民众伫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望讲高中上课的时间会当来改做早起10点到下晡4点，不到1礼拜就超过上万人来联署。也毋过家长团体是真烦恼，讲教学的进度恐惊会受到影响。教育部嘛表示讲，因伫11月14之前就有正式回应。有民众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希望将各高中生的上课时间延到早起10点，未结束台湾学生的早起学班。这嘛已经通过条件，甚至超过万人联署。不过，都考到大学的学长学者认为，敢若无好。以大学生来说，越晚上课越懒，可能会教不完，就可能10点上课就会少1-2节。之前国高中都是几点去学校？大概都7点50左右。如果去学校时间比较短的话，可能也学不太到什么东西。提案人讲，即马早起8点到下昼4点的上课时间，互学生一直拢伫咧慢性困眠不足的状态，增加忧郁、自我伤害风险。建议将所有非必要的多元课程拢提掉，改善学生的困眠品质，学习效率会更加好。各高中生已经会让家己上下课，上课时间无需要再配合家长的上下班。家长团体是认为理想跟现实也是有差。上课的时数突然减少这么多，这恐怕第一个就是教育部要很伤脑筋的事情。那为什么非是10点，不是11点呢？好，就是到底这个依据到底是什么？再来，国中有很多他上学的交通方式还是由父母亲顺道这个送去学校的也蛮多的，那到底要怎么跟爸妈的时间做配合？其实2017年就有人提出建议，将高中小学上课时间改至9点到下晝3点。成案了，教育部邀请专家学者来讨论，想要即拿调整各中的早自习加第8节课，让学生自己决定是不是要参加。现在在多元入学的情况之下，孩子们是不是真的觉得现在的教育改革还不够贴近所谓的放松，然后让他们压力变得更小？那我非常乐见这个倡议人或是相关倡议团体，他们跟教育部的沟通可以有很多开放的可能性。教育部讲，这个提案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权责，会继续研究，将规定在11月14之前做出具体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党主席改选今仔开始领表，有真侪人拢表态讲要参选。郝龙斌嘛表示讲，会透过民调甲赵少康协调，民调悬的人就会出来参选哦。另外，国民党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嘛表示讲，伊无排除参选，也毋过伊希望所有的参选人会当先协调。
各位党主席改选15开始领表，伫现任党主席朱立伦坚持交接之下，已经真侪人表达参选的意愿。伫开放领表之前，姚中常委出来讲话，为我们国民党做了哪些成绩？我想你们应该也公布于众，不要有的是活到老选到老，立委也选，议员也选，总统也选，主席来了也选，我们的国民党党员同志。擦亮眼睛。参选人之一的新闻学校总校长张亚中选择去北院，声援搁再开机压定的郭文德，伊的办公室主任到党中央领表，想要到煞无完成听书。张校长出具了他委托的一段影音，这个知识的表格我们会加以补正。最近拍拼争取党内关系票源的前立委陈立文，今仔派助理到场。青总连4代的代表罗志强、崔董事齐卡新陪伊去，发出讲要反省国民党。中生代跟新生代青壮这一代，已经完全能够承担下架赖清德这个重责大任，所以我们有信心，以一个全新的战斗力跟全新的团队，领导国民党，然后赢回民心，重返执政。得到超过30位体重支持的前台北市长霍良斌，讲要甲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伫这2个透过民调协调一人出马。民调当然是参考之一了啊，我是想说他可能会做个综合考虑了。这个东西成功不必在我，但成功一定有我。所以你不排除参选，但因为看需求。对，因为我是希望说大家要谈一谈呐。一直传出要参选的国民党团总调鲍君奇也表示无排除，不过强调希望参选人之间应该先协调，对参选资格敢有符合。鲍君奇是无讲透机，伊敢若讲宪法保障人民参政权，而且任何限制拢有年限，也袂当对转去过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美浓头屋沙石案继续在探索，检方阁查到3个涉案人，其中一个地主是无党籍市议员朱胜强的助理，伊嘛捌出席国民党立委郭志温的记者会哦。伊今仔早起是100万交保。花班车司机问啥拢讲唔知，不过关键顺路来到这，看见在怪手出现伫美浓成功段列管的农地顶悬，感觉真可疑。关键随通报环保局到场，除了当场查扣拖班车甲2台怪手以外，也对姓张的地主、姓潘的行为人、甲姓黄的司机分别罚300万，同时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查张姓地主、潘姓行为人及黄姓司机未经许可提供土地回填废弃物，除依废兴法36条规定，各裁处最高300万，合计900万元罚锾外，并移送法办。自从美浓逼出大劫国事件了后，透过农地卖沙石的代志是一件接一件压出来，甚至连前议员助理赵丽君嘛牵涉在内。桥头地检署昨将赵丽君甲伊的翁婿以及甲伊租地姓王的查甫人具体到案。经过检察官透明审问，姓王的查甫有勾结串供的记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赵丽君甲翁婿2人分别以100万甲80万交保限制自己。咱实际来到赵丽君的农地看，因为车辆出入无骹路通行，阁有坑铁帮来走路，当地民讲，有当时暗时也会看到拖车停伫咧附近，不过已经真久无动工啊。用那个香蕉那些，他卖掉的。卖掉。哎呀，他知道地主是谁吗？我不知道，不晓得。哎，那时候回填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就挖了就要填啊，没有那么深怎么办？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王某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等罪，犯罪嫌疑重大，有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赵丽君原本是无党籍市议员朱胜强的助理，进前甲伫贵瓜志温做过去稽查，意外互押出，伊嘛是农地地主。现在朱胜强将伊开除，不过赵丽君的涉案也意外成为拿力两党这2天互相攻击的主角。记者柯家朱超用高雄场报道。来看台北公馆的款13饭店开始贴，今仔拄着工程头一个上班日，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人伫现场指挥。市政府是表示讲，互公车先行来进行车红灯的控制，嘛加派警察来指挥，所以早起无啥塞车。有等公车的民众是表示讲，比以早加等5分钟，阁会当接受。早起通勤上好时间，公馆沿环4号位拢有警力驻守，配合好之前换，所有人车也前方4号位红黄线非停临停。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到现场定交通状况。在号柱上面，我们来做监控。我们大概早开了15秒的这个公众专用道的这个部分。
所以看起来效果还是不错的。福和桥的一个停等车队大概是在我们这个北四端的引道这边，那罗斯福路的一个停等车队大概是在123巷口的南侧。好，那公车大概一个周期都可以通过哈，我们并没有减班，也没有改道。公馆宜环铁线第一阶段是屯平公车地下道。关西地下道公车改行北面，市府新设置大客车专用护至，早15秒，让公车先行速度。经历部分，占号时间由平日6名增加到14名，以后由5名增加为29名。也毋过占号时间也是有真侪车流塞到半尾线的状况。我觉得今天特别塞吗？因为开始施工了。没有特别的感觉，没有，差不多最多5分钟啊，有差一点点，不是让人家很难过那种。那个红绿灯那边等，所以到这边来会比较晚一点。北市府表示，初步观察，选择用路人改道加时段分流一定效果。另外，配合提出优惠积分量淡薄增加。北捷统计，早起6点至9点进入积分车站。个进出站一边是万隆站以南顶7站的运量大约是46000人次，比起过去9月份同期增加大约1100多人次，其中享优惠贵30%金额大约有17000人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中华鹿港的介绍路3段甲清明路迄卡头啊，因为路边拢无画标线，所以规条路的车是拢停甲满满。停车的民众佫受到红单，有民众是感觉真冤枉哦。也毋过鹿港的警方是表示讲，伫这路段停车妨碍到过路人驾车，所以是罚款600块到1200块。红单才拄摕去纳钱尔，毋过罚款的车主是先想都想无，伊车停伫路边，并无任何的标线，是安怎也是罚款？可是这个是陷阱啊！按你说我停这样会妨碍到别人行车的话，那你举证啊！我妨碍到谁？你没有啊！你自己认为有就有。啊，昨晚我冇去啊，就爱去啊你。大概一日就对啊。爱去啊，以后被妨害去条路啊。车主讲停车进前也阁特别靠近，其他的住户嘛讲伊真冤枉。中华鹿港介绍路3段甲清明路这块地啊，沿过路边拢找无通好插车的所在。毋过最近停伫遮煞清彩咧食罚单。当地民众讲，真侪人就是遮停车免钱，老街甲天后宫阁真近，都怎甲车停伫遮，想袂到煞出问题。这一条刚好通那个大马路，对，就很多转角都是，常常车祸。去现场看，遮路本体就无垮，路边若停车，赛车过都爱食去甲对向的车道，所以真正发生车祸。鹿港警方嘛加强处理，最近1个月已经开124张罚单，以外地人占较侪。部分车身人占用车道的行为，由警察机关依个案来认定。如有妨碍他车通行，或是会导致他车闪避车辆然跨越双黄线的违规行为，那警察机关就会依道路处罚条例第56条来处罚违规人新台币600元至1200元以下的罚款。警方讲，若伫这个路段停车，真明显会妨碍人甲车通行，所以依法开单。毋过在地人是真不满，认为执法的标准真恶真定，应该爱甲线画好清楚，较袂造成纠纷。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的环保局发现讲，有一些民众拢无做好粪扫回收哦，所以环保局会拆开粪扫袋啊来检查，嘛会退回粪扫，甚至罚钱哦，互民众是真怨叹。也毋过因为县里哦，今日粪扫量已经超过27万吨了。南投煞无家己的焚化炉，敢来当靠外县市斗3工来烧，所以即马嘛规划讲6冬来哦，要来起家己的焚化炉。为咗民众会甲应该回收的物件，甲一般粪扫人做伙，所以清洁队员会随机拆破粪扫袋啊做稽查，嘛因为安尼生做，真接引起民众无欢喜。因为南投县无家己的焚化炉，粪扫拢爱靠外县市斗烧，但是南投民众的回收做无确实，粪扫定定互人摕倒转来。南投其实嘛会使去一边家己的焚化炉，安尼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粪扫分类也好。清洁队的方面，因的队员就袂讲安尼，为着看到你的粪扫，佮甲你并。咱家己做破袋的时阵，伊会讲，阮咧检查的时阵啊，你是扰民，你是刁难。为着避免粪扫互别县市退回，南投县府环保局联合专管13乡镇市清洁队，针对大约70条粪扫清运路线，下晡定期随机稽查，到目前为止已经执行超过4.5万件。播下结率大约20%，比年初进步8%左右。
环保局指出，当中纸容器上济，也有纸类甲塑胶容器。在源头自己可以把垃圾分类做好，然后以比较透明可以辨识里面废弃物的垃圾袋来丢垃圾的话呢，可以减少我们被破袋检查的机会。南投县府环保局表示，这个月底会先伫南投市试办，鼓励民众用透明袋仔底本数，方便清洁队员检查，也提醒民众若无照规定分类本数。会当依废弃物清理法罚1,200到6,000块。也若南投焚化炉兴建的进度，环保局是打算伫6年内，互南投有家己的焚化炉。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咱台湾有真侪丰富多元的生态，林保署希望讲要来提升森林生态旅游的品质，所以办理领队认证的训练课程哦，要来训练专业的生态旅游的领队。台湾是一个宝岛，有真侪多元的生态、事物、国家公园等等。为着要提升游客旅游的品质，令把正确的生态知识，林业保育署也和生态旅游协会合作，办理领队的森林训练课程。很多导游带团的时候，其实传递的讯息其实跟官方是有点落差。我们也希望是说，透过导游的人员的培训后，可以来接受到一个我们大众可以比较认知的同样的一个生态解说的一个知识，可以来达到我们传递给一般民众的一个效果。协会表示，课程会邀请各界专家来做影片，免费提供领队人员伫线顶学习。除了领队，一般民众若是有兴趣，嘛会当学。课程上线，通过考试就会当得到认证。以20堂课60个小时的一个线上的课程，对于台湾的解说或导览有兴趣的从业人员呢，都能够有进一步了解台湾的机会。林业保育署表示，这个课程有分做金、银、铜3个级数，也希望3年内3个级数的认证人数会当到2830个人，也鼓励有兴趣的民众来参与。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清华大学团队利用太阳能，伫新竹一间绿色团体农园设太阳能低碳示范基地。过去若要甲果子干，也是甲芳草烘好打，拢至少爱2天是真了得。使用这款新科技3点钟内底就会当完成，咱做伙来了解。全心照顾园区内面的食物，因为这拢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因过要做果子干，就要经过2天以上才烘会打，若时间长，而且搁了电。即马透过太阳力量转换器，只要3点钟就会当完成，搁唔免插电。花很大的电量，那而且要等待时间要2天。那有这一套系统以后，我们可以短短3个小时，利用太阳的那个光照热能来完成干燥的那个它的品质都一样的。清华大学研究团队指出，制作果子干常常因为烘打过程无稳定，严重影响品质。即马利用日头转换力量，拿展现科技提升农业价值，也达成减碳目标。把那个阳光变成热风，对，所以那个热风会透过那个管子进来这里，然后这里就可以烘水果啦，等等，然后有一些干制机，然后农民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界面很容易操作。那这套系统完全不用类似电啦哈，那完全用太阳能，所以它是可以省电省钱，然后又可以减少碳排。清华大学教授表示，设备可以当导入 AI 智慧控制系统，透过镜头来知影果子干目前的完成度。清大利用科技协助绿色团体，冒农业走向永续发展目标。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甲国立传统艺术中心规划儿童囡仔歌戏的专题巡演，甲传统拢讲一寡中校职业较严肃议题，改做囡仔较有兴趣的内容。总伫嘉义县的新港演出，大人囡仔是拢看甲真欢喜。家长赢着互线传囡仔体验歌戏的化妆。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14位下晡开始，伫嘉义县新港举办儿童歌戏的公演甲艺术体验，要透过儿童歌戏的演出，让亲子家庭认捌歌戏新的表演艺术。不管是戏、音乐，或者是你看到的色彩、舞美、灯光效果，跟所有的
编排方式，全部都是为了吸引小孩的目光而设计。我觉得很不错，可以带小朋友来体验我们以前传统的那个歌仔戏，然后让他们体验现在跟我们以往不同的歌仔戏，属于小孩子的儿童剧。基金会表示，即马社会环境的丰富，囡仔得到减少接触传统戏剧的机会。透过简单好白的台词甲趣味的互动表演，互囡仔对歌戏嘛会当产生兴趣。阮袂用足严肃的迄款吼忠孝节义的故事来教育囡仔其实呢，阮就是希望讲来看这个歌戏了，因对歌戏产生迄个兴趣后盖吼，伊变作是歌戏的观众。现在小朋友讲台语的机会就是很少很少，其实有些甚至还听不懂，所以就要让他多接触就是台湾本土的闽南语这样子。虽然落雨天气无好，不过儿童剧团结合歌戏的演出，也是成真侪家长带囡仔做伙来欣赏。这摆儿童歌戏的活动，刷来要去新北甲新竹巡演。基金会讲，透过巡演，唔但展现传统戏剧的创新，嘛希望趣味的内容会当增加囡仔对在地文化的兴趣。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美国一个爱狗的艺术家，25年前伫佛蒙特州成立一个狗仔园区，面积是有1/3的台北动物园遐尼大。内底个真特别，有一个狗仔的教堂，或者在主人会当来遮笑念伊捌饲过的狗仔。伫美国佛蒙特州圣约翰斯伯里的狗狗山园区，规片的草坡啊，互人看了心情就真好。今日去园区的街廊，看到几多只真古水的狗，有的伫咧遐拉拉嗦，有的趴个休困，敢若也是遮的人客。边啊一间狗狗堂，有一个立邦写着，无分信仰，无分倒一种狗，只敢若拒绝教条的规定，欢迎所有的人甲狗。Dog Mountain is really a destination, a pilgrimage place, and a sanctuary. 并定搭几落清张狗主人写好家己狗的纸条甲相片，狗堂内面互人感受到人甲狗之间亲密的感情。对迄寡失去狗的主人来讲，来到这个所在就敢若软过时间的磅空，等到以前甲狗斗阵的时阵。He is absolutely breathtaking. I mean, that's a lot of love. When you think about each picture that's here. And all the love and 当地这位真爱狗的艺术家兼茶条家小内克甲伊的看守，25年前成立狗狗山园区。小内克伊创作的狗的雕塑加版画的艺术品，拢在伫园区内面，会当感受到伊对狗的爱。接着游客带家己的狗来遮，感受人甲狗的心灵旅程。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下晡晡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